过来消息来看，宪法法庭进前宣判死刑有条件合宪，也毋过限缩适用的范围。最高法院引用相关的说明，甲2014年司局长吕教师命案的凶手判无期徒刑定验，也毋过被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，宣布讲12月初3要伫总统府头前游行抗议。废死大法官，拒绝废死大法官。1203站出来。2014年司局长吕教师命案特别满10年进前，最高法院引用死刑释宪的说明，认定凶嫌毋是属于上严重的犯罪情节，判决无期徒刑定宪，这互被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，宣布12月初3要伫凯道举行游行活动。其实真正的无期，就是杀人犯对我们家的造成了无期的伤痛。我希望呢，我们家不要崩溃，当然也更期望台湾的司法不要崩溃。凶手当时心情非常不好，那他就在路上找了一个陌生人泄愤，那一个人就是我妈妈。我到殡仪馆把冰袋拉链拉开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妈妈的头是破掉的。因为他是被铁锤敲14下，活活敲死。海报抗吕教师的围剿，翁婿甲后生讲到案情，回想临死的时阵挂长挂大的感觉，犹原后甜，希望上街头表达坚决反对废除死刑的心声。也若出席记者会，国民党立委表示，会到游行的现场声援，并且提出拒绝废死派的大法官修法保障被害者权益的诉求。这个案子是宪判8出来之后，第一个为最高法院法官引用大法官的见解，来让多次被判死的被告讨死的第一个案例。所以这个案例我们就一定要站出来，保护被害人的权益，保护被害家属的权益，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真的要去杜绝案件的发生，不是死刑那么简单的事情，而是我们整个社会安全网应该要建立起来。民进党立委沈碧荣是指出，死刑释宪是部分下限，并不是实质的废死。呼吁朝野的立委应该把重点放伫精进制度、修法，不是操作惊吓、消费受害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